今日返到嚟我家鄉啊，坦貝拍一套筍盤。呢套房呢就新裝修嘅，呢個小區嘅綠化呢做得比較好嘅。嗱，俾大家睇一睇。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就上去睇樓。上到嚟單位呢就117方嘅，大概就1260尺。嗱，你睇下新裝修。未住過嘅餐廳、客廳都 OK 嘅。嗱，一入門呢，有個鞋櫃，鞋櫃嘅話有3格，上3格、下3格，其實都夠用嘅。咁呢一伙單位呢，佢有4間房。嗱，一入嚟呢個房間呢，雖然係細啲，其實可以做個書房、電腦房都冇問題嘅。背景牆做咗嘅。嗱，電視櫃有做到，呢一邊仲有收納櫃，呢個位置咧可以放空調嘅。嗱，呢個單位有少少美中不足嘅，因為佢就係3樓，咁對出去咧，呢度咧視線有少少嘅遮擋啊，咁就係做咗風窗嘅處理。過返嚟餐廳，餐廳嘅餐邊櫃咧，都夠用。廚房嘅話呢，夠晒大 U 型嘅廚房啊，可以洗嘢、切嘢、炒嘢。嗱，呢個位置呢就比較好啦，夠晒大，放個大雪櫃都 OK 嘅。櫥櫃嘅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格。咁呢一邊呢，仲有個陽台啊。呢一邊嘅陽台呢，其實都好長下嘅，由於就低樓層啊，望出去嘅視野咧就冇咁好。但係而家呢個單位價錢咧就確實係吸引，7600蚊嘅單價。嗱，咁全屋咧新裝修，瓷磚上牆嘅。呢種房咧就唔同發展商嘅房啦，發展商嘅房咧你就要買好多嘅傢俬。呢啲就唔使再添置嘅。房間確實咧就比較大，4間房。嗱，呢個衣櫃，呢個咧就適合做個兒童房。嗱，呢個主人房咧先係重點嚟嘅。主人房大概有30個平方。嗱，我先特寫下個衣櫃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格，6格衣櫃之外咧，仲有梳妝台。嗱，呢一邊嘅話就係好大嘅位置，可以放個2米床都冇問題。嗱，呢個陶瓷誇張，太誇張啦！呢個陶瓷整咁大。望出去嘅話咧，就係花園嘅景觀。屋嘅話咧，我哋就睇完啦。我哋就總結翻呢伙單位啊。咁呢伙單位嘅缺點咧就係3樓，但係佢優點咧就格局好啊。117方可以做到4間房，而且南北對流，而且家私啊、家電啊好多都有齊喺度啦。咁7000零蚊對於喺呢個區域嚟講咧，就算係比較靚仔嘅價錢。咁出邊嘅配套咧比較好嘅，有小學、幼兒園、中學，9年義務教育，完全唔使擔心嘅。樓下咧有超市，呢度返城區嘅話大概就10分鐘。呢一套單位咧適合讀書啊，同埋退休度假都 OK 嘅，自己住亦都冇問題啊。畢竟又唔使好多嘅預算就可以搞掂啦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 call 我，拜拜。